地位，讲台语，提爸爸。好，来欢迎咱第一组的来宾家庭，咱的哥哥。家家户户拢食菜，飞顺健康各外，无啦。好，第二组来宾家庭，阮的好家。欢迎。阮的目标真简单，过年要到秋头暗，听讲才有100万功夫进店，过三关，水啦，过三关啦！来，咱第三组的来宾家庭有家。欢迎。优秀优秀，阮真优秀，啊，阮摕奖金啊，你老师。哎呦，大家拢老师啦！好，来欢迎第四组的来宾家庭贤家。本身有地位，组队提奖金。好，屁谁大家拢来摕奖金啦，大家拢真熬。是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今日咱四组的家庭哦，拢来啊。系啊。咱即届即马是好福赛福赛。哦，咱今日就4个家庭就卡选1个家庭尔。今仔一组会使进入咱的100万决赛，爱拼哦。是，啊，这4组哦，进前拢有摕到奖金。没错。咱即马来介绍一下吼。来，咱嘉嘉，外好朋友，原班人马，我们陶德啦，陶德，啊这巴尼啦，郭君燕，嘿，刚刚原班的来啦，哦，赶快要来摕100万，有100万，甲摕转去，有信心无？哦，水啦，欢迎哦。好，来，咱第二组的好家队长，阮柯志豪，志豪哥哥，你手机啊，上过恁好，啊，这回阮过来挑战啊，是啊，是安那一定要摕到这100万哦，吼，因为我最近啊，超过12年无出唱片啊，开一个伤济，吼，开头300几万，吼，起码我欠头180万，加减啦，加减小天就对啦。需要这条钱是做需要的，这是我的新专辑。所以讲真正有影有欠钱啦，唔单伊欠钱尔咧，哎，阮隔壁嘛欠钱啦。哎呦，嘛出专辑啊，系啊，女朋友啊，无贱内。台语好多差别啦，阮大家差别这样贱内。是，阮祖人啦，你做咩要讲？祖人嘛是我是无欠阮翁遐尼侪钱啦，是，嘿啊，伊欠170万，啊，我欠100万尔。即摆第2张的专辑，叫做《缘分的开始》。缘分的开始伫倒位？就是遮开始的啦，是要摕100万啦，吼。即摆咧无出，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吼，咱即摆有2位成员嘛是，来，这位，我是有涵，啊，阮的我是小乐，小龙嘛是来过啊，没错没错，是好欢迎你咯，哦，来，我咱这边嘛是好运的啦，是咱的悠悠的，咱的弟弟是。唱片啊，对啦，而且吼，我这新唱片的这个歌名吼，非常的好，出运啦，出运啦，大家拢上爱出运的啊，对，100万，阮出运啦，出运啦，一定要摕到，一定要加油加油，好运啦，好运拢是咱一家，啊，今日哦，因为哦，人有这成员袂当来，所以讲咱换啥人来，换啥？哎呦，换大兄来啊，大兄无啥就想要上节目的，今日特别来，我嘛是欠钱。大家拢有欠啦。大兄，你嘛是要出专辑吧？我嘛有咧想啦。哦，你嘛有。今仔妹妹来讲，今仔有一个女优要来，所以讲我参加女优。女优对啦。原来大兄是来看女优的啦。我见你加减看。嘿啊，袂歹，你无你想要看你边啊这啦。对啊。帅哥帅哥。男优啦，男优嘛袂歹啦。对。这是咱嘛是进前的成员。对。是，今日咧。顶边奖金摕偌济？你对恁奖金摕7万，哦嘛袂歹哦。有摕到就袂歹啦。无唔对无，今日嘛是讲我有这个心情，有摕到咱就通去决赛啊。没错。好，欢迎您咯。好，来，咱贤家队长是。嗨，文贤，文贤，是文贤，今日嘛是共款。我们班人嘛，啊，其实吼，讲历史伫 YouTube 顶管足红足强的阿瑞啊，慢呢，家己补较袂臭错，大家都我阿瑞。是。啊，阮四个嘛是欠钱啊，我咱咧做台湾的历史的影片是，啊，这后面较烧钱烧看呢，所以今仔要来拼100万。哇，今日看起来大家拢足欠钱的。系啊。不过我唔知影，老师应该是上欠啦。系啊，老师拢袂当比赛呢。老师若来比赛，那有可能有咱？是不是？啊，
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，欢迎咱的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。学台语照起工，咱的文化就很忙哦。吼，等下大家唔通金金讲话，尽量讲。吼，唔知啊，拢尽量讲就好啊啦，把咱的自信体出来啊。没错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，斗阵唱擂台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。这回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斗阵唱擂台。哎呦，大家做伙来！来，规矩甲大家讲一下。好，甲4队报告，咱这回合吼，每一摆吼，拢爱派一个人出来。一个人哦。是啊，一出来了吼，会面对2个题目。哦。啊，你干那有一摆抢答的机会，你若讲唔对，机会就是别人下啊。哦。爱注意的是一题5000，一个人出来会使抢1万，所以拢总吼，这边会使抢4万块，加油！哦，4万块。今嘛开始讨论，看要派第一位倒一个。好，来起来，今日把奖金抢掉哦！来，请。来哟！来。是。哦，抢这犀利哦！是，来，好，要出题哦！来，这题几个字？第一题2个字。好，来，咱第一个题是蒜头味。有蒜头味，哦，真侪物件拢有蒜头味哦。对啊。好，来，第二个题是蓝烧红酒。蒜头味蓝烧红酒，2个字的啦，真明显啦哦。足明显的。我唔知啊。来，第3题是哎呦，来烟尘是安那？你看到倒位？因为阮伫工地拢爱拔烟尘。哦，拔烟尘。看到迄有蒜头，阮食烟尘拢爱配蒜头。有影。哦。嘿，无肉个无香。是。好，来，老师，烟尘对唔对？恭喜！来，分数。恭喜哦，咱有价得到5000。好，来，我继续看到，真正有影18道啊。18道啊。嘿，咱一定爱嘛吼。是，咱个说的是猪肉。台湾大部分拢猪肉做的，没错。无唔对，即马吼，大家吼食品这吼拢管甲真好，安心啊食啦。请教老师一下，迄个中华第3个亚硝酸盐要安怎念啊？是亚硝酸盐。亚硝酸盐。嘿，我想解说迄个烟钱它是正音啦，迄个烟钱是俗念啦，迄个多数的人讲烟钱，其实伊正是烟钱。恭喜你咧！3位，咱来去加油哦！好，来过一条喵，来哦！这题几个字？这题3个字。3个字。好，来上来咱请出题。来，咱看第一个题是。一年一摆。一年一摆哦。一年一摆，什么会一年一摆？3个字哦。好，来第二个题是。放伫百货公司，互人翕相。哦，一年一摆放伫百货公司，互人翕相。哎呦，来文成。圣诞树。哎，讲好较清楚，阮老师听见。圣诞节的时候会摕迄个树啊菜伫遐，所以应该是圣诞树。圣诞树对唔对？这个音应该调整一下。哦，所以讲听起来敢若音的问题哦。所以表示答案应该是对的。有人要搁试看嘛？今日即马唱到你的啊！哦，来。好来。圣诞树。圣诞树哦，嘛袂歹哦。老师圣诞树，安尼嘛唔对哦。搁试看卖，搁要搁试看卖无？哦，来。来。圣诞树。圣诞树，甲头一个讲的是共款，你搁改一个。圣诞树，圣诞树，老师对唔对？中迄个音乐调一下吼。中迄个音调弹掉啊，我你弹掉紧诶。弹掉啊。圣诞树。你是太厉害了！你确定是台语吗？外国人嚟嘅。讲一遍，你是都来。两点钟了。打到。
袂歹啊。好，森大树，英文翻的啦。哦，森大树老师对，唔对？奖金要送我哦。真正老师要摕回去啊！是，咱讲扫入去咧，放喺百货公司让人哦。 霹雳行之星，对啦，顶面是有一个星嘛，哦，来弄出来啊！放真侪礼物，嘿，来，再来是松仔树做，松仔树但是松仔树老师台语是毋是有一个讲法？松树啊，伊有迄个会当直接翻迄个松树嘛，会当讲青啊，啊，毋过有当时咱来叫伊讲是一种榕树的青啊，伊嘛会当叫做青啊。 好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讲这正确的。来来，圣诞树的台语，你看圣诞，咱讲圣诞嘛，啊，这恁拢会晓讲。啊，加一个树，咱台语较特别，伊就是爱连续变调，所以变圣诞树。圣诞树，如果老师讲第二个音，当就好啊。圣诞树是，好，不要紧，得第一位尔嘛，惊啥？搁有3位咧。好，来，今日换人。 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上个这题有几字？这题有3个字。3个字哦。少年的时爱好好啊，甲保养。哦。来，好个有啊。哇，用袂记迄个。林国康的物件真多哦。下时爱看清楚再回答，伊唔敢要会到咧。 上个这题有几字？这题有3个字。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第一个题是定扣扣。定扣扣。哎呦。定扣扣哦。好，来，第二个题是少年的时爱好好啊，甲保养。哦。来，好个有啊。诶。哇，用袂记迄个。定扣扣的物件真多哦。哥，你即摆先做好。捏雨伞，捏雨伞，是安那是捏雨伞。诶，阮爸爸讲哦，自囡仔时代咱就爱好好啊保养，唔好食老唔食样。哦，少年袂晓像食老。因为伊带遐济某了，伊留互我这点教训，就是爱自细汉爱好好啊保养。是。诶。 啊，若袂晓保养，袂要紧，请下骹这个电话，咱公共电视拢有咧卖。哎呦，有咧卖啊！走了唔对台，哦，走了唔对台。是，所以你的答案是捏雨伞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捏雨伞对不对？歹势哦。爸爸应该无甲你讲到真正的迄个意思。敢会是我有讲？第3个题是。 求婚会用的对的部位，好来，线较紧哦。卡头乌，什么咧？啥那是卡头乌咧？因为你少年，你少年爱保养啦，嘿，爱保养，啊，你老啊，才袂歹去，嘿，才袂歹去，骨质疏松安尼。啊，第3个题是求婚，系啊，有卡头安尼啊。哦，所以讲你的答案是卡头乌。 好，来，老师卡头对唔对？恭喜！太分数啊，加新大加5千。好，来，我继续甲看。哦。痛风。痛风会痛。嘿，一定会痛，嘿，就是咱的关节啊，对，卡头乌吼。够一条命哦。加油哦！来，这题几个字？3个字。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，看第一个题是。 笑眯眯，笑眯眯哦，哈，来第2个题是无啉明波汤的人，无啉明波汤的人，笑眯眯，哎呦，是虾米话咧？有无？无，无好，来第3个题是伫嘴皮顶，伫嘴皮顶，足明显啦哦，哎呦，算命先。 算命先，你都会看到算命先用药的，用药的，哦，算命先拢笑眯眯啦。啊，因为要叫你开破天机嘛，嘿，破天机，哎，无啉明波汤，哦，什么拢知影，拢会记。哦，算命先，算命先，老师对唔对？你甲我看，歹势呢。哦，你拢一定有机会哦，人呢。对啊。后来恁3位有哦。 无啊，有无？无，我过来第4个哦。好，来，咱看第4个题是
有人干那一边有，有人敢若一边有尔哦。水批顶有人干那一边有。是，去看买好了。好，来试看卖。酒卡啦，酒卡啦，酒卡，酒库啦，酒库啦，酒库啦。啊，酒库啦，你想哪倒位看着？因为笑微微的时阵有酒库啦。嘿，啊，唔嘛伫水批顶，啊一个人有当有一边，有人有两边。是，所以你的答案是酒库啦。是老师，酒库啦对唔对？酒库啦就对啊！太分数，终于合格，得到5千。来，咱上尾啊一个，吼，一个题是微团的特丁啦，是，迄有会团的，系恁爸爸若有可能是，囡仔就会有啊，囡仔就有啊，嘿，无就是你家己本身嘛会有，对对，吼，是。真假即嘛共款哦，是咱一个加价，即嘛是爱心一个啊。诶，不要紧，搁加油，好咱好价，开车有5千。诶，啊那咱有价咧，有价嘛有5千。诶，先价咧，嘛是5千。袂歹，咱今日哦，第3位哦，换人。起码拢有5000，就敢若讲加价，啊未开，嘿，无唔对，看你的哦，加油哦，上无咱甲开一个嘛，好无？来啊，来，这题几个字？这题2个字，2个字哦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是第一个题是。坐伫册桌啊头前，坐伫册桌啊头前哦，大家想一下哦。好，来，第二个题是会互老师吗？哎呦，你用学生，啥那是学生呢？哦，学生，诶，看到老师就想到学生。哦，老师会骂的拢是学生啊。哦，可能坐咧册桌头前，我家己读册的时阵啊，会定定互老师骂。所以你的答案是学生，老师对唔对？要收紧啊！哎呀，不要紧，搁看者，有人有答案无？无我就搁继续提落去啊哦。好来，第3个题是，下戏了就会，哦，拍下下戏，了就会，拍戏了就会就会安怎？就会困去。所以你的答案就是困去。不是。哦，有的时阵阮上课的时阵会嘟咕嘛，对，老师看到都会骂伊啊，对啊，阮学生的时阵嘟咕就济，应该是嘟咕啦，嘟咕。好，来老师嘟咕对唔对？恭喜！厉害！来分数，咱有甲加5千。哇，厉害！好，咱继续看者哦。伊甲动物有关系呢？菇嘛，菇啦，好来，上尾啊一个，一直弹头，嘿，一直遐看，有好看无？好看，有水无？有水，一直点头，就是杜姑啦，杜姑就是打瞌睡，对，打瞌睡，有一条命，咱手要较紧的哦。好来，这题几个字？后一题3个字，3个字哦。好来，上尾咱请出题，咱来看第一个题是。乐开，哎呦，乐开唔是安尼吗？乐开的哦。好来，第2个题是，伫餐中会看到。稻草人，来讲较正确。稻草人。好来，老师，稻草人对唔对？哎，得拍摄咯。来，即马咱的机会来，哎阿瑞哦。阿瑞，你有试吗？会使试啊，真袂使。会使试，真袂稻草人，稻草人。你搁讲一解。稻草人。老师，伊讲。伊毋是对，毋过毋是这个答案。哎呀，收紧。搁看者，搁看者。搁继续提一下好无？好来，第3个题是。跋一倒哦。好，跋一倒哦。来，第4个题是。车本机有答案啊，白灵犀。是啊，那你倒位看到白灵犀？我第2个时阵，记咧想是毋是白灵犀？是。
因为白，我想着白灵犀就是伫田的中，啊伊骹就长的，嘿，啊第三个跋一道是着一条歌，嘿，对啦，所以是感觉是白灵犀。是，好来，你的答案是白灵犀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就对啊。厉害！来分数，好甲加5条。来咱看第5个题是真正是囡仔歌，是白灵犀车本机，这刚才个唱。诶，无要紧，这条吼是无扣税。哦，安尼哦，无咱甲唱完。扣掉2仙钱，一饼一仙买饼送大姨，一仙捡起来好过年。真好水的咱的民谣，哈，人拢讲上强的拢伫后壁，即嘛上强的要来啊！要出来哦。还有2条命哦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哦，咱即马福星拢起来，上尾啊，上尾啊一位啊，要拼要拼，是伊有两个拢出专辑的啊，对啊，所以讲就是有迄个更多啦。嘿，喜事临门啊！不然这个回合我敢会当宣布讲要放弃？是安怎？想哪讲？会加你一个咧。哦，但是你放心嘛，因即马零啊。会零2题2题就一万，加油加油！你著拼起来啊！拜托的啦，互阮谈一个啦。好来，这题几个字？这题3个字。3个字哦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咱第一个题是，我唔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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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来，第二个题是。一句台词哦，台词哦，我唔相信一句台词哦。好，来重要的来啊，第3个题是啊，来第3个题是情书百款，有情书，一句台词有情书百款。我唔相信。好来，第4个要来无？要试就试哦。要试无？好来，第4个题是。叶美琪哦，我来，你台词太你上班呐？这边为着录钱。加来，加刷卡，加来，录加，哎来丢。伊个主持的啦，哎呀，你拄也无。无，因为即个叫红来，不要紧，来，咱来看你的答案是。我的答案是咁安尼。咁安尼？为什么是咁安尼？因为细汉的时阵，捌看过遐就是台湾的戏嘛，就讲迄有一个8点档，但3不五时都咁安尼，啊后壁个伫网络顶悬变做是一个迷音呐，对，趣味的，大家拢咁安尼，有足侪金属安尼。是，好来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咁安尼。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是哦。来分数，终于先甲得了5千咯。来，咱看，真正是8点档，嘿，经典的台词，无就咁安尼，都无看到，唔则袂晓讲。对啦，真正无应该知影啦。我知影是2个字啊，是什么话？恰恰。我讲知影。来，咱这条几个字？这题嘛是3个字，嘛是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，咱看第1个题是。照顾囡仔，照顾囡仔，照顾囡仔。哦，第2个题是警察，警察照顾囡仔，合理的啊。对啊。警察照顾什么囡仔咧？来，第3个题是来操控，来操控。哎呦，警察照顾囡仔，来操控。有无？有就试。知影都爱试啊。是，也是我搁第4个来哦。我试看卖。来试看卖。你手冲锋。无紧，甲5千唱起来。试看卖。对啊。试看卖。但是我袂记迄个台语。监视，监视机。好来，监视。你的答案是？监视机，老师对唔对？他是点点嘛？阿伯，等青丁者，结果是你啦。我吼，确定吼，是不是发音？5千哦，监视器，老师点头啊啦，点头啊啦。
你袂当来猜目尾。我有做面体的吗？另外一部你真的，嘿啊！换你边啊，你哎是。老的老婆店，你不小牛姐，来，甲老师讲，你的答案是？敢是去？敢是去？老师对唔对？好，恭喜！厉害！来分数，终于第六个清了。好来，继续看落去哦。第四个俩查啦，哦，第五无时间，就是拢看会到啦。好来，不要紧，有分数安尼。有分数啊哦。来看咱嘎嘎，嘎嘎即嘛爱心一粒。不要紧，我拼都有啊。好，咱好嘎15。哎呦，啊那咱有嘎嘞1万。啊咱先嘎嘞嘛是1万。嘿，好，摕到咱奖金，同齐来去咱的第二位啊，奋斗第1名。嘿，奋斗第1名。大家做伙拼。哦，要安怎拼咧？是，咱大家吼拢爱上台来，吼啊，阮等者有6个题目，6个题目，每一个题目吼都是有3个选择 A、B、C， 吼，恁认为倒一个是正确的，就徛喺迄个头前。哦，啊落地了，看倒一队活上侪人落来，还是剩伊迄队活落来，就会得到这回合奖金3万块。差不多15000的，卡起就45000啊。是啊，嘿，啊那是咱这就3万，或者爱心，你就3万啊，你就上赢。变化。好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迄个农历要过年进前吼，台湾人拢会清炖还是菜炖啦吼？啊，大部分拢会安排伫咧倒一天了才开始咧。A 是咱12月初8，叫做腊八节；B 12月24上旬；C 12月29二九暝。是，来，咱请选择。嘿，清炖、菜炖拢可以。来，哎呦哎呦，是12月初8，还是12月24，还是12月29咧？这位靠线机，你咧无用啥物？我咧坐车啦。哎，搁北京一部，搁北京一部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咱这边是12月初8，就是人华语你讲的腊八节。恁感觉是这个节日？恁兜有咧清炖无？清炖就是大饼扫嘛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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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阮兜拢是过年进前个饼扫。对啊。是。对，所以应该唔是。这样话就对。我感觉啦，应该唔是 C， 因为2九暝已经要过年啊。对哦，伤接近啊。对。是。啊，因为吼，对阮兜来讲吼，也是比吼24号饼扫的话吼。有淡薄仔赶啊！哦，是吼。啊，伫初8开始，时间足侪慢慢拼。迄种感觉。啊，2九暝你免遐尼啊赶。对对对。这嘛是有道理咧。来，咱这个好日就是咱的24。24。是。家人嘛是嘛。其实吼，我甲姐也报告，我其实袂记你到底是几号要做这件代志。不过我讲吼，应该是上旬，咱新明。登去天顶休困啊！这个所在咱大概帮伊摒扫，而且清炖就是咱的红粿刀，吼，甲清好清去。啊，伊搁住伫遮，你甲清无，定你咧甲搅叉。哦，我感觉是应该是这款思考较对。所以若照你安尼讲，这人爱混袂才会使洗身躯。这个就嘛像你讲嘛，混袂袂使洗身躯，因为水会走袂去，安尼有影。混袂袂使洗身躯。嘿，不要紧，来阿丽来，阮的阿丽啊，阮三八丽啊啦。阿丽，因为好朋友。我三八是为三八丽啊。较有会人来讲，是，你感觉是上旬？上旬啦，因为以前吼，我感觉我对阿嬷的时阵，拢爱拜拜嘛，吼，啊新明道，吼，拢爱清，爱清，啊你也讲上旬了，咱来甲清啊清气气，就甲伊讲咱过年啊啦，对，爱甲新明，逐工拢爱拜嘛，啊新明先上灶，啊咱再来清啊清气，嘿，变甲清气，这嘛是有道理哦，吼，来2九暝，你较拼。你有咧拼吗？有咧拼，但我唔知有啥物我会走来食。莫非有啥物神奇的力量要拼来？是，因为这种物件应该拢是查甫囡仔你穿较济。无一定啦，阮兜拢是规家伙啊，拢规家伙啊，拢一定爱滴啊。啊，但是讲穿
因为新明岛嘛，我是较尊重拢是查甫囡仔去穿的。来，查甫囡仔来，这做点仔加的啦。来，所以讲你病的时候拢离高美吗？对，阮个做是做了啊，转去厝内。啊吼，爸母就讲啊，斗相共拼要过年啊，所以我个选一工安尼。你有选一工？哦，是真拼哦。不要紧，来。其实这三个拢是好的节日。我感觉大家拢讲好日子啦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B， 恭喜 B， 来，咱 A 甲 C， 咱台湾俗语讲大饼厝啊较会富啦吼，就是咧讲咱旧历12月24上新了后啊家好好地安啦大饼扫，就是咱民间所讲的清屯吼啊清屯啦吼，什么是清屯咧？这清有清除清洁的意思哈，比如讲咱用这芥末清啊，甲这营养解啦，甲迄个清好清掉。啊，这囤就是咱的营养、香烟、熏油，像讲咱红架桌顶无，咱有摆香炉，啊有香火的，咱拢会当个叫做囤。所以清囤除了厝内大表扫，上主要就是咱拄仔来宾讲的，趁新面无伫咧，啊甲红架桌顶甲饼好清气。通准备过年，是继续哦，即马拢有啦，即马佫真侪人哦，等下慢啊愈来愈少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阿嬷定定讲人是三宝身体，啊你敢知影三宝身体是啥物意思咧？我自细汉就是叫阮阿公阿嬷叫阮阿祖讲啊，这个记号啊，你就用三宝身体，所以讲我印象非常的深。三宝身体是啥物意思咧？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阿嬷定定讲人是三宝身体，啊你敢知影三宝身体是啥物意思咧 ？A 就是讲这个人吼变大骨啊 ，B 就是身体吼虚弱较厚破病，啊 C 形容人足勇健拢唔惊冷。好来，咱请选择是人是较笨蛋，也是讲会搞破病啦，也是讲会较惊寒的啦。对，你看，这好久，唔知你播音啥？好来，5、4、3、2、1。你那个啊，你们是要记得？啊，算唔知虚味哦。练咩？我咧想，三宝身体应该是定定。拢会听到的，是啦，是你感觉三宝身体是肌肉搞破病。因为这题我较确定的原因是，我自细汉就是叫阮阿公阿嬷叫阮阿祖讲啊，这个记号啊，你就用三宝身体。是感觉连咪感冒，连咪安怎，因为拢要甲我清病假定了，所以讲我印象非常的深。我感觉答案就是 B， 全部拢是 B 三宝身体，没错。嘿，正确的答案是。B， 好来，这条我先讲音啦哈，你的正确音应该讲三宝身体啦，啊，迄个拄仔恁讲到三宝，啊，三宝是啥？三宝是金宝、银宝加钱宝，所以人讲手不当三宝。所以意思完全无共哦，意思讲这样足高贵的啦，啊，都唔免做工课，啊，所以迄叫做三宝，啊，这条叫做三宝身体，三宝身体就是身体较虚啦，较够破病啊，三宝是安怎来？迄是因为伫1936年日本时代大概镇南宫因咧做酒，爱附近的4个宝拢爱搭一个团，通来斗闹热，个比赛看上搭了较水哦。这第三宝叫做顺天宝，伊的装塔上无请呀，灯光上无响目，所以这三宝就是安那上尾名啦，表现上歹意思，所以后来这个三宝都互人摕来形容身体软，较够破病。2题哦，加油哦！起码佫真侪人哦，欢迎大家拢留伫咧台顶哦。3万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人小马祖有一句话叫做南无北港马，北有干豆马。嘿，南无北港马，北有干豆马。你敢知影干豆马是伫咧倒位咧 ？A.
台北的干豆 ，B 桃园大溪 ，C 家人的暖暖。来 A、B、C， 请选择。家人的家人。是。较讲的嘛，较讲买选家人。拜托，我住是家人。台北，啊是桃园，啊是家人。来啦来啦，来选好哦。来哟。五、四、3、2、1，好停。对。哎呀！用跳过来，跳过去啊呢！最后一个，用跳过来啦！来，是，小优，小优来，你上尾一秒咧跳恰恰，你本早是向前一个通对不对？因为胡哥吼，伊足确定是 A 啊，不过我的队友吼，伊讲是 B，所以我有淡薄仔呢，就是啊，不过胡哥是 A 呢，是 A，啊，你捌听过这句话无？无呢，无听过哦，对哦，嘛唔知歌头，唔知。你冇听到豆干嘛呢？不是啦，是干豆嘛。我即摆来看，应该是，我希望是 A， 拜托。希望是 A 吼。是，好来，你即摆你求妈祖就对啊。哎呦，嘿，求新民保庇。拜托是 A 好来，你即摆来。阿亮啊，你嘛是选那落啊 A 吼，咱你感觉？你捌听过？我捌听过，应该是讲关刀伊较早的迄古地名啦，或者干刀。所以讲迄我嘛知影关刀妈嘛就有名嘛，伫北部的所在，关刀妈的信用是就有名。所以讲南有北港妈，北有干刀妈，我想讲应该是伫关刀安尼。对。是这问因上好，因为因这敢若甲历史历史啦。如果我较无了解是边仔的文成，你是因为风险是不是？是因为是个队长。是你爱牺牲，永远拢爱做迄个对的人安尼，所以咱的队伍安怎选择安怎好，我就安怎做。啊，是这的为伤细啊啦，哈，人伊这是足听某，足听某嘴，因某讲人这所在袂当去。是啊，太乖你知无？某原料真好，如果无听到就是桃园嘞。有可能嘞，赢的就是我嘞。无听到。好，不要紧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。干豆嘛，咱来看一个，正确的答案是。不要紧，队长的牺牲是对的。好，来，迄个关渡这两字吼，是咱国民政府来遐改的啦。哦，其实咱拢讲干豆，所以咱即马教育部书典这两字嘛读做干豆，不是关渡吼。好，咱台湾人小妈祖是世界出名的啦吼。有一句俗语讲南有北干妈，迄个北有干豆妈，咱就知影讲。这两间妈祖经是南北信仰妈祖的中心吼，干豆妈祖经是安啥？北台湾历史上久，伊的香火嘛上旺的这个妈祖庙，伫1712年清朝康熙的时阵就正式起庙啊，到今已经有300几年的历史啊，所以是咱的台北的干豆。好，来继续哦，愈来愈刺激哦。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若是讲今仔日是三伏天，是讲什么意思咧 ？A 是节气交替的日子 ，B 是一年当中上热的日子 ，C 是寒人上冷的一天。好，来，咱请选择。这应该大家拢有听过吧？这好我选哦。是啊。关系到3万块。伤济，行一个，你就知影啦。是节气交替，还是上热，还是上寒？来，一个人一个热。对，加油哦！那人多会使趁这个时阵吼，好啊，风险分开。4、3、2、1，哦，趣味啊！就紧张呢，来，紧张。380啊！来，你捌听过？我听过，我无研究。无研究，你感觉是节气交替？我感觉是节气，因为三伏天有那个身体拢会。是啊，唔是讲叫咱爱啉啥会
高三岁，爱大三岁哈。对啊，咱就是身体像咱即马较有岁啊吼，迄这开咧交换的时阵，拢脚头会酸啊，会疼，腰酸背疼啊。我想讲可能是安尼啊。哦，来，好诶，嘟嘟安尼一直散步到尾啊，安尼行一下，停一下就好，啊，你想来佫行一下。对啊。我来拄想讲车就较快吼。你是要停车啊？我坦白讲啦，我坦白讲，我这题的答案我一点仔都拢无把握。哦。不过我总是去想讲，伊是毋是无可能一年干那一工尔。哦。因为咱定咱有听讲三伏贴。对。哦，无总无可能这项物件甲买来，一年干那用一摆，干那打一摆。哦，所以这开一年有几个这开的这个交替，我感觉是 A 较合理。哎呦，好来，我咱这真正一年当中上热的日子，应该无遮尔复杂，都是上热迄工。就是安尼啦。你有去打过吗？我爸爸就有去打过，有打过，因为我爸爸以前是迄开车的，哦，但是上热迄工都会打者。是，咱来看一下吼，咱这边是优格，咱这边是咱成格，来，啊，够咱八店的，今日拢无甲问者，你感觉是一年当中上热的日子？我感觉是热天的时阵看到讲要打这个物件。哦，你有囡仔吗？无。可能较都唔知其实一年当中上热的日子，无定就是这哦。对啊。我嘛是感觉真重要，咱今天，吼，后来唔过，福哥也无安尼想。对啊。有的啦。有的。因为我印象中哦，伊唔是上热就是上寒。哦，这两个咧算得对啊。所以讲我小咧讲，一人一边。哎呦，把风险分开。哦，这是我印象中。无唔对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拜托一个。B。拄则你一直讲到迄个节气啦，吼，节气迄个较正确的读法是节气，还是节气？好来讲年仔多啊嘛，年仔多啊，所以是节气。好，这三伏天是咱24节气气吼。为小暑到入秋这段期间，大约有30天到40天，啊分做啥？初伏、中伏加月伏。这是一年当中上热的日子，所以唔是一天，我唔是讲上热迄天哦，是迄段日子哦吼。咱定听中医讲啥？三伏天，啊你若无好好调养，安尼会带病菌哦。吼，到寒人就较较破病，所以这三伏天的伏。就是叫人啊，伫足热的时阵，你爱安那爱斟酌，爱比较好势。啊，华语地讲啥？你要饮服必胜暑啦，吼，啊，唔通去互热着。是，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这吼我了解，因为就是爱带囡仔去打起来，啊，你若去甲打起来了，寒人的时阵囡仔就较袂过敏，较袂感冒。好，来继续啊！还有紧张哦，家庭都可能无甲，无爹鸟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三峡的迄个金鱼甲胖真出名，你敢知影当初头家是食着什么才发明的呢？你袂有啊？听过来我都好后悔啊。哦，应该是 B。为什么？应该是 B。我唔知影，因为我看外口足欢喜安尼，应该是无人甲着啊。哎，拢甲你看衰了对吧？意思就是外口就讲无人徛 B 啦。哦。这题拼输赢，倒一队会当赢咧？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三峡的迄个金鱼甲胖真出名，你敢知影当初头家是食着什么才发明的呢 ？A. 菲律宾的胖 ，B. 日本和牛料理 ，C. 意大利的饼。好，来咱请选择。真难哦。是菲律宾，还是日本，还是意大利？哎。来哟！要分散风险呐！因拢一堆一个人，要安怎分散？多一人一音哦。这都有的啊！来，5、4、3，啊，徛你刚捌着的哦。时间到。来。
你袂有啊？咱八点的啊，伊个唔知要安怎？八点的搁咧看外口咧吼咧。来8点的。8点的。你感觉是菲律宾你用药的对吧？哈有啊，是恁马来西亚有食过菲律宾的胖？唔捌，唔捌哦。唔捌，这两个嘛是真奇怪。对。伊感觉是意大利的饼哟。意大利。啊，不过我是听过来，我都后悔啊。哦，为什么？应该是 B。为什么？应该是 B。我唔知影，因为我看外口，我就欢喜安尼，应该是无人看到啊。哎，拢甲你看衰了对吧？意思就是外口就讲无人徛 B 啦。哦，啊对，因为金牛角嘛吼。是。哦。金牛角嘛，所以甲牛有关系啊。哦。而且阮台湾日本较近啊。对。哦，啊那你咧？所以应该是 B 啦。阿瑞，不要紧啦。录出来我就足惊，因为我无爱食胖嘛，无爱食鸡卵糕，嘿，我拢无爱食。米粉类的无爱。米粉类的拢无爱，所以我这个选 C 是靠着咱这个团队的力量。哦，大家有甲你提醒。对。应该是 C 就对啊。嘿啊，感觉是 C 呢。你感觉是？嘿，感觉是 C。有当时啊吼。哎呦，我拄则都徛 B。到底这3万块会省起来无？来，正确的答案是。三夹有3宝，来老家做树苗甲金牛角，你若去到三夹，就发现啦，3脚步啊5脚走，都有一间胖店咧卖这金牛角胖吼。啊，第一间咧卖这个金牛角胖的叫做Hobby Head 胡美轩吼，是头家伫民国47年发明的。听讲伊是伫这个飞轮机顶食到这个菲律宾胖，而且得到灵感，想要告诉我即马正做。介出名的啥？三峡介出名的盘手咧，所以即摆你也去三峡佚佗，若无买特别输，无去三峡咧。不要紧，咱先看成绩。好来，啥来变盘变到遮来？没错。好来，咱看咱的嘉嘉。即摆因为得到这回合的3万，所以奖金是3万块。啊，咱的好价咧？好价，顶一回合摕到，所以是15000块。啊，那咱的有价咧？嘛是靠第一回合的奖金是1万块。是。啊，成价。哦，成价是第一回合的奖金加落来嘛是1万块。所以赢3万块，变盘啦。3万块，真正想袂到。啊拼哦，后一个回合爱个拼哦，即摆就有哦。吼，无爱个拼落去啦，吼，起来咧，嘿，这边大千金。嘿，一片大千金。诶，大家动脑筋啊！哎，来，即马奖金，即马奖金有3万块啦！30秒，诶，30秒，再拄个加呢。哦，变成60秒，安尼好不？来，这回合才3题尔。3题尔。 3题60秒。嘿，60秒。好，来第一题几个字？2个字。2个字。好，60秒，请开始。来，喂嘞，哎呦，画了真好，会袂歹呢。哎呦，这也是啊。哦，这是啥？什么？来，2个字哦。感觉应该是。嘿，来来，紧，唔通浪费时间，43秒啊。哦，这愈来愈明显啦。你目睭要甲画落去无？是目睭啊。对啊，对无？哎，对啊。真香诶。 什2个字。么啦？哎呦，你讲啥？加油！记得是。什么啦？讲啦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中文。3位。恐龙。哎呦，3位。记得，时间一直在走哦。画完啦，都画完啦。来啦，记得哦。 15秒。记得。好，无你个电话。记得，讲。来，记得呀。恐龙。啊，什么讲啊？无啊，头拄啊，恐龙。健康。哎呦。啊，是安那看拢看出来。来啦，拄啊拢看无，拄啊真明显啦咧。对啊。啊，看起来那个鸳鸯呢？唔是，真正有影。先啊，不要紧你你嘛一直讲就好。是啦，是啦，不要紧哦。来，精神提出来哦。第二题。几个字？2个字。好，来，请开始。来，你也先定来哈，来。7类。开始哦。来，记得，要画无？哎呦。
2个你哦，2个你哦。啊？接下。哈？最多，水，你讲水滴，不要，不要，这三位，不要，关大，关大，想办法，不要为马想办法。溜冰哪讲？溜冰，这3位，千军呢？啊，马紧，啊，只时间到啊，时间到啊啦。阿姨嘛一直讲伊不要话，不要紧，咱还有一题结果是啥物？结果是啥货？结果是翘卡。跳卡啦！啊，你差点要画喙手了。我不会。哎呦！是，马紧。来，咱即马看者，对啦，你即摆秒数已经规零啊，无秒数啊。嘿，所以讲不要紧，咱过来等的就是咱等咱的决赛啊。决赛，啊，有决赛。系啊。啊，你讲后回嘿，后回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无奖金，嘛有奖杯啦，嘿。今日去颁奖哦。来颁奖！恭喜哦，奖杯！虽然无奖金，但是有奖杯啦。而且再进入100万决赛。无唔对了，伊100愈来愈近啊，愈来愈啊！啊，而且咱这是好运气。好，今日爱谢谢咱的顾问老师。感谢咱林淑琪林老师辛苦咯。全家有你位，讲台语提100万，祝大家拢欢喜。再会啦！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